大家好，今日繼續呢部間到貨啊！2025年最新款嘅 Birdy 3啊，Sand 版啊，咁呢個就叫做土耳其藍啊，非常之靚啊！之前都有隻咁嘅藍嘅，但係就啞色嘅，呢個係靚色啊，所以呢個好打理好多啊，同埋好受歡迎嘅。之前嗰隻色都係，咁呢隻色更加受歡迎啊！咁樣都係9速嘅變速啊，Shimano Solar 件啊，11、32嘅，咁樣同之前嘅款都係差唔多，基本上一樣啊，都係伸到頭處10度嘅，都係 TLP 嘅剎把，Shimano Solar 9速件啊，9速就最靚係呢個件噶啦，仲有不同嘅就係下邊呢個剎車啊，之前係 BB5嘅，而家升級咗呢個 TLP 台灣嘅雙剎啊，之前嗰個係單一個咁樣夾嘅，一邊夾嘅，而家呢個雙夾嘅，啊兩邊一齊夾嘅嚇，咁啊效果更加好嘅，啊都係18寸1.5嘅胎啊，咁呢個都係52T 嘅護盤啊，就唔係中空餅㗎，雙護盤餅啊，咁配咗呢個就呢個而家升級咗，之前嗰個紅色嘅膠，呢個黑色膠更加硬淨啊，嚇先反映就係紅色嘅膠容易爛啊，呢個好好多噶啦，嚇咁同埋呢個Solar 9速Shimano啊，最靚嘅9速件啊，咁使32啊，咁抵玩款嘅，一環踩還可以噶啦。好睇睇個變速啊，車約重11kg 啊，指達嘅鋁架都係咁上下重噶啦。呢個9波嘅細啲上波，陣間先上。建議就中間節車啦嚇，呢個波腳都細有啲，冇咁易撞花啊。如果雙餅冇辦法，雙餅就一定係最細嗰個啦。咁一波就係32啊，52對32啊。如果唔夠咧，可以換雙餅啊，本公司都有升級服務嘅。好，睇下原裝拎啊 ，Sand 9速拎，一環踩還可以啊，都可以換啲靚啲嘅拎啊，睇下拎效果。原裝都係一般般噶啦，可以換啲靚啲嘅鋁拎啊、啤拎嘅或者碳拎、單刀拎都有啊。18、20都有啊，5刀拎就20寸啊。呢啲啊，卡本煎 MC 嚇，上斯洛都有啊。腳撐另外自己加啊。好，都係自己車俾大家睇下新車啊，都一樣啊。個轉波最好就中間，揀先轉啊，中間之後個右臂啊向翻呢個位啊，避震與轆之間啊，咁呢個坐管要高過18啊，然後向左轉一轉啊，唔好向右啊，向左，然後呢個安全扣後叉嘅安全扣掹開佢，咁就可以接㗎啦。卡住就 OK 噶啦，咁就當起，用力犀利少少啊，向前一踢搞掂，然後坐管撳到最低，如果低唔到咧就托起個後轆啊，托高個後轆就落到噶啦，落到最低，晾住咗個底啊。之後右手一定係唔好咁揸啊，咁樣揸，托高少少，左手揸呢個避震，然後一撳佢360度轉啊，卡住啊。咁樣就 OK 噶啦。咁然後呢個安全扣撳落去向上拉，直接拉啊，180度，咁就完成噶啦。真係非常之靚仔啊！好，睇埋呢邊啊，仲可以折細啲啊，入袋嘅話。好，先開個頭柱啊，攞緊佢啊，然後就前轆就一樣，唔好咁揸啊，咁樣揸，度高少少，扳開少少，之後揸住個 U 字位，唔好揸住個轆啊，揸住個 U 字位，360度轉啊，然後咁樣一撳卡住就 OK 啦。
如果推地啲站咧，最好加碌啦，冇碌就咁樣推都 OK 噶啦嚇。然後個座碗升到高過18，升唔到就係又要托高個後碌，托高佢就會升到噶啦。高過18 OK 噶啦，然後向前反佢，一唔得落腳啷啷嘅得啦嚇。向前搞搞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喜歡嘅朋友請訂閱點讚，拜拜。